来继续震动的消息，来看行政院针对着国会改革的法案提出着复议。立法院今仔日是投票表决，一个立委有2张票，代表无同的条文。黄色的票是藐视国会罪的法案，若粉红色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。投票的结果，62票比51票，行政院的复议案无通过。朱金泉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。最后一张票开出来，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，今仔日立院伫咧南北合作之下，全部互人封杀。目睭紧紧看无法度啊！民进党的立委就行出议场，这场复议案的表决，为早起10:18就开始，由国民党的维权调委王玉敏拍头阵来领票。国会这款刑事修法的复议案投票正式伫咧立院登场，为着要防止走票也是投唔到，国民党用委员会做单位，投票进前就一个开票。就惊搁再出现转印的状况，在野党的立委伫咧转票的所在转完，就做伙开票。顶届投票才出状况的民众党立委陈昭祖，这届嘛真细腻，惊突切。民进党是等民众党、国民党拢投了差不多，才开始领票。同款嘛做伙开票，嘛喊声冲气势。立委手头的2张票分别代表无同的条文，黄色的是藐视国会罪法案，粉色的是立院职权行使法的部分条文。2张票顶悬分别拢有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、反对复议案，加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、赞成复议案的选项，就惊有状况发生。投票进前，立院院长韩国瑜嘛伫咧主席台顶特别提醒投票的规则，有关投票表决之相关事务工作，均循例办理，设置圈票处4个，票轨2个。一个倒边，一个正边，北区、南区2个领票区。若立院甲在野党是个人错开，个人伫咧无共款的所在记名投票。投票伫咧中昼12点结束，照规定，全体立委1半以上、57人以上决议维持原案，行政院长就要接受决议的结果。伫国民党立委的庆祝声当中，韩国瑜嘛来完成投票，不过嘛，互立院嘛讲行政无中立。复议案表决进前，调野的战火是拢无停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